由幕末嘅黑船襲來，到明治維新嘅脫亞入歐，再到二戰嘅灰燼與戰後嘅經濟奇蹟，我哋用咗5集嘅時間行過咗日本170幾年嘅近代化長路。今日呢個系列嚟到最後一集，我哋要探討一個到今日都仲未有答案嘅議題：日本到底算唔算係一個正常國家？點解一個經濟文化影響力遍佈全球嘅大國喺國際政治舞台上硬係好似爭咗啲嘢咁？係因為嗰條和平憲法，定係因為嗰段仲未解開嘅歷史心結？歡迎收睇廣東話日本近代史第6集，亦係我哋呢個系列嘅終章。喺冷戰嗰陣呢，日本對於自己嘅身份認同比較內斂，主要係掙扎緊點樣面對克服現代性失敗同埋太平洋戰爭戰敗嘅後果。但係咧，到咗90年代，日本開始行出美國嘅保護傘，投入戰後新嘅國際體系。雖然將90年代初期同19世紀50年代中期相比係誇張咗少少，但係兩者確實有相似之處，就係日本嘅觀點都發生咗根本性嘅轉變，由關注國內事務變成關注日本喺世界新秩序入邊嘅身份同角色。事實上呢兩次都係受到美國壓力同國際社會要求所帶動。1854年有培理嘅黑船同帝國貿易制度。而1991年呢，就有美國總統老布殊施壓，要求日本派兵參加科威特嘅聯合國部隊。面對呢啲外來壓力，日本嘅反應都係充滿矛盾、猶豫不決，而且動作緩慢。決策者同公眾都不斷爭論日本應唔應該承擔國際責任。結果喺1991年呢，日本喺巨大壓力之下，依然係採取觀望態度，最後只係出咗130億美金，而冇派人上戰場。自從1947年以嚟，日本嘅外交政策一直都好低調。安全問題主要係受憲法第9條呢個和平條款影響，令佢哋唔可以參與重大軍事活動。美日安保條約亦都令日本唔需要太認真考慮國際體系入邊嘅大國政治。日本嘅和平憲法、美國嘅指導，再加上日本作為世界唯一原子彈受害者而產生嘅核過敏心態，共同構成咗戰後主流嘅反軍事主義或者和平主義。喺國際舞台上，日本呢一直將自己塑造成文人國家或者商人國家嘅典範，刻意避開大國嘅軍事色彩。對於曾經受過侵略、對日本重整軍備好有戒心嘅鄰國嚟講，呢點喺冷戰時期確實係件好事。不過隨住日本經濟喺70同80年代飛速增長，鄰國對日本呢種和平主義身份開始多咗批評。佢哋認為咧，和平主義同核過敏只係藉口，目的係將日本包裝成侵略歷史入邊嘅受害者，從而避開對20世紀上半葉嘅行為向鄰國道歉。換句話講，90年代初期令到日本嘅國際身份問題變得好尖銳。日本到底係一個自願放棄軍事手段嘅和平政體，定係呢一切只係美國佔領同美日安保條約下嘅副作用啊？日本國內有一位好有影響力嘅政治家小澤一郎，佢就大聲疾呼，質疑日本呢種表面上嘅反軍事主義，其實令日本變成現代世界嘅異類。佢喺1994年出版嘅《日本改造計劃》入邊提到，日本應該擺脫戰後心態同埋對太平洋戰爭遺留落嚟嘅顧慮，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嘅。所謂正常呢，就係指日本要承擔同佢經濟地位相稱嘅國際責任啦。一個好感性嘅例子就係，既然日本係聯合國第2大出資國，就應該喺安理會擁有常任理事國席位。具體嚟講咧，就佢想修改憲法啦，等自衛隊可以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或者其他國際安全機制啦。咁其實小澤係1992年國際和平協力法嘅主要推手，雖然趕唔切第一次海灣戰爭，但總算為自衛隊參與維和行動開咗條路。日本喺呢條法律之下嘅第一次任務咧，就係1992年派兵去柬埔寨。自從90年代初，正常國家呢個問題就一直滲透喺日本嘅政治、社會同文化入邊。到今日都仲未解決。有啲評論家認為問題可以歸納為雙重赤字。第一係能力赤字，即係缺乏正常嘅軍事力量、法律機制同社會意願去動武。第二係合法性赤字，即係日本好似未能正視過去同向鄰國道歉。不過所謂嘅能力赤字其實某程度上係一種錯覺。日本自衛隊嘅技術水平喺世界上係數一數二嘅。雖然日本堅持非核政策，但佢哋一早就有整核武嘅技術，加上航天計劃提供嘅運載技術，實力不容忽視。雖然日本缺乏海外大規模擴張嘅侵略能力，但防衛能力極強，仲擁有一系列視距外技術，可以對亞洲大陸進行預警打擊。所謂正常就係指日本要承擔同佢經濟地位相稱嘅國際責任。一個好感性嘅例子就係，既然日本係聯合國第2大出資國，就應該喺安理會擁有常任理事國席位。具體嚟講，佢想修改憲法，等自衛隊可以，簡而言之，雖然自衛隊人數唔多，
國防開支佔生產總值亦都唔夠1%，但日本呢支非軍隊其實係亞洲最強大嘅武裝力量之一，所以日本真正嘅能力赤字其實係法律同文化層面，而唔係物質層面。好，自從2001年呢，小泉純一郎首相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呢，准許自衛隊支援美軍喺阿富汗同伊拉克嘅行動之後，軍事行動嘅法律障礙已經大大削弱啦。事實上，日本對和平憲法嘅靈活解釋同憲法第9條字面上嘅差異，令好多人要求修改憲法，等法律可以符合現實。呢類批評經常演變成一種諷刺，認為日本表面嘅和平主義只係公關手段，目的係利用二戰受害者呢個形象嚟攞好處。好多人指責日本一直喺度逃避歷史，或者因為冷戰時期有美國撐腰而唔去正視過去。冷戰結束提供咗一個揭露同解決呢個問題嘅機會。將日本現代嘅國際角色同佢對太平洋戰爭責任嘅反思掛鈎，因為呢個問題對日本嘅身份認同同現代性發展非常關鍵，而且到今日都仲係一個生存中嘅議題，我哋絕對需要花時間深入了解。講到日本嘅合法性赤字，核心問題係於好多評論家同大眾都有個根深蒂固嘅印象，比起德國已經為第2次世界大戰嘅暴行衷心懺悔同達成和解，日本同日本人好似仲未做到呢點。但有趣嘅係，日本其實喺90年代係全球最積極道歉同補償嘅國家之一。嗰陣正值諾貝爾獎得主索恩卡所講嘅千禧末懺悔熱潮，由1990年明仁天皇同海部俊樹首相對南韓總統盧泰愚發表嘅爭議性聲明開始，喺到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喺戰敗50週年發表嘅正式談話，再到1998年呢，小淵惠三首相對南韓總統金大中提交嘅書面道歉。日本其實做咗唔少嘢嘅，雖然國際上對懺悔同和解嘅討論越嚟越多，例如1995年南非成立咗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日本自己亦都有實際行動，但係日本懺悔得唔夠，呢種觀感依然抹唔走。點解有咁多證據支持日本已經道歉，大家仲係覺得唔夠呢？最簡單嘅政治解釋係將個波踢翻俾鄰國，認為問題唔係出喺日本身上，而係鄰國唔肯接受道歉。有啲憤世嫉俗嘅觀點，甚至認為只要一日唔承認日本已經行出戰後陰影，中國或者南韓就可以繼續喺經濟同政治上獲取利益。呢種睇法喺現時日本國內部分輿論入邊係相當有市場啦。如果從日本自身出發呢，問題就變成懺悔到底代表啲乜？有人會質疑日本雖然道歉咗好多次，但係從來都唔係真心。佢哋覺得日本嘅道歉純粹係政治操作，完全冇道德層面嘅悔意，只係想用一個方便嘅方式去打發過去，投向未來，而唔係真正喺受害者面前謙卑咁請求原諒啊。雖然將一個國家擬人化嚟做心理分析係有啲問題，畢竟國家唔係人，國家嘅所有行為本質上都係政治行為。但係將日本嘅懺悔睇成一種角色扮演遊戲，確實幫到我哋去理解呢個困局。咁事實上，90年代中後期嘅公眾討論都經常用到呢類心理學術語嚟研究呢個死結。喺90年代，全球湧起一股千禧末懺悔熱潮，好似要透過揭露真相同誠心道歉嚟驅除歷史嘅魔鬼。呢種諗法咧，好似弗洛伊德嘅心理分析咁，認為壓抑嘅過去咧會喺集體潛意識留低傷痕，一定要清走呢啲受感染嘅傷口，國家先會健康。早喺70年代，心理學家岸田秀就已經將現代日本診斷為精神分裂。到咗90年代，極具爭議性嘅知識分子加藤典陽繼承咗呢個觀點。佢認為日本喺戰後被逼處於一個冇可能嘅境地，一方面要成為民主國家，另一方面又要接受呢套民主係由以前嘅對手美國強加落嚟嘅。加藤喺佢本名住日本嘅不思考入邊提到，日本分裂成公共日本同私人日本。公共日本全盤接受美國嘅指令，例如和平主義同民主，但係私人日本呢，就默默守護住一套同帝國時期有延續性、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嘅自我形象。雖然呢種人格分裂喺冷戰時期，令日本可以喺美國保護傘下繁榮穩定，但代價就係日本病咗。加藤喺佢另一篇重要論文《敗後論》入邊發起咗90年代最重要嘅歷史主體論爭，主張日本係時候要醫好呢場病。佢認為呢種分裂令日本無法建立一個完整現代嘅歷史主體去面對戰爭真相，無論係盲目否定過去嘅公共層面，定係匿喺陰影入邊嘅私人層面，都冇辦法坦誠面對當年日本犯下嘅暴行。呢場關於主體性嘅爭論，其實呼應咗戰後初期思想家遠山真男嘅觀點。遠山當年已經批評日本缺乏現代主體意識，令戰時嘅日本人唔識得去反抗帝國體制，陷入咗一種集體唔負責嘅狀態，令國家滑行入戰爭。加藤嘅觀點更加尖銳，佢認為
日本喺戰後嘅道歉根本唔係發自內心，只係為咗討好美國而扮演嘅政治正確人格。所以90年代對日本嚟講唔係懺悔嘅高峰，反而係一場誠信危機。好不幸，加藤嘅論戰呢啱啱遇上咗一班右翼歷史修正主義者，例如藤岡信勝同漫畫家小林善紀。表面上佢哋都話要建立日本自己嘅歷史意識，但係加藤係想透過正視痛苦嚟承擔責任。咁而右翼分子咧就係想將二戰美化成一件令日本人自豪嘅事嘅。呢種傾向令鄰國以至日本國民都好敏感。再加上後嚟首相奧布希正式承認日之遠期同君之代國歌、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仲有安倍晉三推動修改教育基本法同憲法第9條，呢啲舉動都被視為民族主義抬頭。不過有個好關鍵嘅點咧，呢啲政治人物經常強調佢哋係以私人身份而唔係公職身份去參拜。你可以話呢種模糊內外區分嘅做法咧，其實係一種心理治療啦。參拜神社或者討論愛國主義，可能係想打破冷戰時期嗰種人格分裂，嘗試建立一個可以真誠對話嘅公共空間，等日本人可以作為歷史主體去參與國家事務。雖然呢套理論好有爭議，但係佢確實揭示咗日本喺道歉、民主同現代性之間嗰種複雜到打晒結嘅關係。到底日本應該追求一個健康統一嘅現代自我，定係其實日本已經進入咗一種後現代嘅國家狀態嘅？呢個問題到今日依然係一個開放嘅課題。呢場論戰入邊最清晰嘅一點就係，大家經常用治療範式嚟形容國家行為，將國家當成一個病人。佢哋認為日本因為歷史同記憶嘅創傷，陷入咗一種否認嘅病態。呢種狀態好矛盾，好似一邊知道，一邊又唔知自己過去做過嘅醜事。畢竟如果你完全唔知嗰件事存在，你係根本無從否認起嘅。但係問題嚟啦，國家真係同人一樣咩？國家有冇心靈？壓抑嘅記憶令個人生病，係咪代表歷史亦可以令國民生病？大部分評論家都同意，心理學概念唔可以簡單咁搬落政治層面。咁又個人嘅心理創傷同國家嘅政治創傷根本係兩回事。換句話講，呢種治療式嘅論述其實係一種語言陷阱。國家唔係人，將國家擬人化，其實係喺度轉移視線。呢種諗法係自我中心嘅，佢將大家嘅注意力由受害者身上移開，將個加害者變成咗病人。佢哋唔係關心太平洋戰爭入邊受苦嘅人，而係關心加害者日本因為處理唔到呢段記憶而產生嘅心理痛苦。由呢個角度睇，正視過去或者懺悔嘅意義完全變咗，佢唔再係向受害者求原諒，唔再係喺受害者面前謙卑咁交出原諒與否嘅權力。相反，呢一切變咗係為咗醫翻好自己同自我提升。所以呢套流行嘅精神分裂論，其實係將歷史同道德問題倒轉嚟講，令日本變咗做二戰嘅主要受害者，而所謂嘅正視歷史變成咗日本自我療愈同重建嘅過程。日本國內外嘅批評者好快就指出，呢種自我感覺良好嘅形象係建立喺日本一直唔肯正式承認慰安婦問題同賠償嘅基礎上邊。加藤典陽最受爭議嘅觀點係，日本需要先為自己嗰300萬戰死者哀悼，然後先可以為亞洲嗰2000萬死難者感到悲傷或承擔責任。佢嘅邏輯係，日本社會必須先對自己嘅身份同歷史意識達成統一共識，成為一個心理健康完整嘅現代主體，佢嘅道歉先至會有意義。但係咁樣做到底係真誠嘅反思，定係另一種形式嘅自我包裝？呢個正正係日本邁向正常國家條路上面最令人糾結嘅地方。自從冷戰結束之後，解決合法性赤字對日本嚟講變得非常迫切。點解？因為日本每次想喺亞洲做領頭羊，鄰國都會懷疑佢係咪想恢復當年嘅帝國野心。例如1994年成立嘅東盟地區論壇啦，或者1997年橋本龍太郎首相想整一個區域經濟集團嚟應對亞洲金融風暴啊，最後都係因為呢種差異而搞唔成。對比歐洲咧，東亞地區咧一直都冇辦法建立一個好似歐盟咁深層次嘅合作機制。不過日本亦都好創新咁發展出一套非軍事安全機制，一嚟可以避開憲法第9條嘅限制，二嚟希望透過呢啲行動令鄰國放心，三嚟亦都係真心關注全球嘅人類安全。早喺1978年，大平正方首相就提出咗綜合安全保障呢個概念。到咗1981年，呢個詞仲變咗做日美同盟嘅口號。所謂綜合安全咧，就係將威脅嘅定義擴大，唔單止係講打仗啦，仲包括環境污染啦、貧窮啦，同埋饑荒啦。日本政府將呢啲理想轉化成實際政策，最出名就係政府開發援助，簡稱 ODA。由1989年開始，日本就成為咗全球最大嘅 ODA 捐款國，大部分錢都係俾咗亞洲鄰國。但係呢啲慷慨亦都招嚟唔少批評。冷戰時期，
有人鬧日本係用援助嚟代替戰爭賠償，亦有人話日本分配不公，甚至話呢啲援助係經濟帝國主義，想用錢嚟控制人哋嘅經濟。為咗回應呢啲聲言，日本喺1992通過咗 ODA 法案，明確表示援助係同民主、人權以及人類安全掛鈎。即便如此，東亞依然有好多人覺得日本呢啲建立信心嘅舉動只係穩定嘅騙局。佢哋覺得日元去到邊，日本嘅新帝國就去到邊。無論係財務援助啊、尼桑汽車定係 Sony 嘅遊戲機咧，喺佢哋眼中都係一種文化同經濟嘅入侵嚟㗎。日本外務省對呢種負面形象感到好頭痛，所以喺2007年，日本推出咗創意日本計劃，想將日本塑造成藝術創新同流行文化嘅故鄉。佢哋大力推銷動漫、漫畫、視像遊戲，仲有日本菜、時裝同建築，想用酷日本呢張名片嚟吸引世界。但係問題喺於美國可以靠美國夢吸引全世界嘅人，而日本到目前為止呢，仲係未能夠定義出一套可以令全球心服口服、真心向往嘅日本願景。由19世紀中嗰幾隻黑船，到今日全世界都睇緊嘅動漫同遊戲。日本呢個島國喺現代化嘅路上行得比邊個都快，亦都跌得比邊個都痛。喺6集入邊呢，我哋睇到日本點樣由模仿西方到自我膨脹，再到戰後喺美國保護傘下重新揾翻自己個位。加藤典養話日本係精神分裂，小澤一郎話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但或者對我哋嚟講，最重要嘅係透過日本呢面鏡子去睇清楚現代化到底要付出幾大嘅代價。廣東話日本近代史全系列到呢度就正式完結。多謝你哋一直以嚟嘅收睇同支持。如果你中意呢種深讀歷史嘅內容，記得掣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我。歷史唔會完結，只會換個方式繼續上演。我哋下個系列再見。